歡迎選擇麗音廣播。你好，我係謝拉。今集繼續係香港靈異故事特輯，麗音廣播同你一齊聽，一齊驚。前2年秋天，同太太一齊去日本自駕遊。原本第一晚想住池袋嘅酒店，原因係第二朝唔使揸太耐車就可以去到景點。但係聽人講，池袋好多酒店都有嘢，尤其係池袋太陽城太子酒店最出名。我太太非常驚呢啲嘢，就話萬一唔好彩住咗間猛鬼酒店，真係唔知瞓好定唔瞓好啊！於是我哋就決定住成田機場附近嘅酒店一晚，寧願第二日揸耐啲車去景點都冇所謂。嗱，今次旅行啦，主要係去富士山5個湖睇紅葉。其中一晚我哋住河口湖嘅新 XX 酒店，酒店房好乾淨，窗口仲可以望到富士山。當晚我喺露台用一部相機做縮時攝影，另外一部就直接影窗外夜景。影完之後睇相嘅時候，發現畫面有好多大小不一、有明有暗嘅白色圓點。因為露台出面冇任何遮擋，又冇霧氣，心諗唔通鏡頭有塵影響咗啲相。於是乎用鏡頭布徹底抹乾淨，再影多一次。白色圓點依然喺度，但係位置唔同咗。跟住我喺房入面再對住幅白色嘅牆影出嚟，張相好正常，完全冇白波點。我再檢查另一部用嚟縮時攝影相機，入面嘅影片見到成條片由頭到尾都有大大細細嘅波點漂浮。當時太太仲問我行出行入，影完出面影入邊做乜嘢啊？我費事嚇親佢，冇話佢知。旅行完結之後返到香港先同佢講返呢件事。之後我上網揾返有關富士山嘅資料，原來富士山入面5個湖嘅酒店都非常之猛。如果時運低嘅人有機會遇到，我覺得相機影到我都可能係其中一個啊。同埋呢，原來日本人好少入嚟富士山住酒店，大多數都係即日來回，住嘅多數都係遊客啊。呢件事大約發生喺我4到6歲咁上下，正確時間唔記得啦，淨係記得當時讀緊幼稚園。嗰陣時係下午，我同二家姐喺床上面瞓午覺，阿媽就喺廚房。我哋床頭同廚房只係1牆之隔，仲要係有玻璃百葉窗嗰隻，一坐起身就可以好清楚睇到廚房嗰種。床隔籬牆上邊有個衣架掛住件黑色大雨衣，即係警察着嗰種。件雨衣係我阿爸喺街執返嚟，以前屋企好窮，好多嘢都係二手嘢。嗱，當時我瞓出邊，家姐瞓入面。家姐好快瞓着咗，但係我就點瞓都瞓唔着，眼光光玩緊手指嘅時候，突然之間見到有隻好長好白嘅手喺我阿爸件黑色大雨衣個衣袖嗰度伸出嚟，想摸我家姐塊面。我當時細個唔識驚，仲本能反應，一手喺床頭攞咗支我阿媽平時用嚟打我哋嘅藤條出嚟，一嘢打落嗰隻白色手度。我係咁打隻手，唔俾佢摸我家姐。之後佢捉住條藤條，唔俾我打，仲同我搶過，我死都唔放手。就喺呢個時候，佢竟然喺另一隻衣袖度伸另一隻手出嚟，想捉住我隻手。呢個動作開始，我就驚啦，成個人坐起身大嗌阿媽：媽咪救命啊！媽咪救命啊！你快啲過嚟啊！但係無論我點叫都好，阿媽都好似聽唔到，冇理過。我係咁叫，係咁叫。當我就嚟俾另外一隻白色手捉住嘅時候，阿媽就喺個廚房度行入嚟，跟住就話：B 仔，你做咩攞住條藤條啊？你想打家姐啊？我望一望阿媽，再望一望嗰件雨衣。喺呢個時候，白色手唔見咗，淨係得我自己拎住條藤條。我就話唔係啊，冇打家姐啊。跟住就話俾佢聽發生咩事。仲話我嗌咗你好多聲啦，你都唔理我。阿媽就話根本聽唔到我叫佢。
諗住入嚟攞嘢，就見到我未瞓覺，仲揸住支藤條想打家姐。嗱，呢單嘢啦，我好多年前喺其他討論區分享過一次。喺我打字嘅時候都有怪事發生，唔知點解硬係覺得眼尾見到有人喺轉角位伸出嚟望我，但成間屋得我一個，冇其他人喺度。同埋呢，成日有波子聲喺我頭上邊滴滴滴。我行入房，佢又跟住我滴到入房；我出廳，佢又跟住我滴翻出嚟。嗱，我係一個算大膽嘅人，但一個人經常發生啲咁嘅事，都係會有啲驚。雖然發生事嘅時候我仲好細個，但我非常之肯定，見到嗰兩隻手，我一啲都冇眼花。我係一個好陰而且有感應嘅人，雖然從來冇見過，但會有好強烈嘅感受。嗱，想同大家分享下咁多年嚟最深刻嘅事件——元朗戲院。當年我仲讀緊書嘅時候，《疑兇》呢套鬼片上映續集，同班朋友即興約時間，發現得元朗戲院有啱嘅時間，就決定去嗰度。之前未去過呢間戲院，多數都係去新園中。行到炮仗坊遊樂場，見到個戲院，感覺有啲奇怪，好似有層陰影蓋住咗。但冇諗太多，就同班 friend 衝入去。記得嗰陣係冬天，同行4個人，一男3女。入到戲院大堂一陣，另外2個女仔朋友已經除咗褸，但係我同另一個男仔越企越凍，仲遮埋佢哋件褸嚟笠住。直到入到 house， 我哋2個隻手都係凍到冰咁。坐低之後，發現直頭手指凍到有啲發白。我哋當時坐喺中間個 area， 走廊位係女仔 A， 跟住到我，跟住到女仔 B， 再到個男仔。坐低咗之後，熒幕位右手邊有個凹咗入去嘅位，放咗盞紫色燈。我以為係逃生門嚟，不自覺成日望住盞燈，好似俾佢吸咗入去咁。臨近電影完場，我見到呢個位出現咗個人影，理所當然覺得係職員，準備開門俾客離開。黑暗之中，嗰個人影好實在，仲知道係一個男人嚟。有一刻甚至覺得佢擰轉頭望實咗我，直到開燈嗰一秒，呢個人憑空消失咗。嗰個位根本唔係防火門，只係凹咗入去嘅牆，亦都冇紫色燈。我朋友拉走咗我。出到戲院，我成個人終於暖返。佢哋討論緊電影情節嘅時候，我發現我完全冇印象。呢個時候，女仔 A 出聲問我：點解你睇戲成日擰轉頭望走廊㗎？嚇到我以為唔知後面有啲咩添。嗱，我本人係冇意識，我有不停望㗎。其實部戲開始咗之後，女仔 A 隔一陣就會拍一拍我，同我講下嘢。我覺得有啲煩，但以為佢性格係中意睇戲問嘢嗰啲人。直至佢講呢句嘅時候，我先知係因為咁。男仔 friend 當時有跟師傅學法，佢都覺得好奇怪，就過嚟俾咗串佛珠我戴，叫我行下商場一陣先返屋企。之後我哋放咗3日假，呢3日我都不停發一個噩夢，就係我自己一個返咗元朗戲院同一個 house， 我坐喺中間位睇緊戲。右邊凹咗入去個位，出現個男人望住我。每次扎醒都係個男人突然之間勁近距離出現喺我面前，望實我對眼。佢個樣好嬲好惡，仲要成個人灰灰黑黑咁。直到第4日返學，我哋幾個人都有發類似嘅夢。冇辦法啦，男仔 friend 帶咗我哋去廟。廟婆見到我哋，第一句就話：哇，青色㗎喎，你哋幾個搞咩啊？佢幫我哋作法要燒金銀衣紙，去到我同女仔 B 就點都燒唔着。廟婆念咗好耐經，佢越念我個頭越嚟越痛，甚至覺得呼吸唔到，連個心口都勁痛嘅時候，終於着到火機。完事之後，佢俾咗張地藏王菩薩嘅符我哋，叮囑我同女仔 B 要放喺枕頭底，其他2個就黐喺床頭。呢件事發生咗之後，我都唔敢再去戲院睇鬼片。
直到而家嗰個男人樣仲會不時出現喺我個腦海裏面啊！好多年前，小學畢業嘅時候，因為派唔到心儀嘅中學，要逐間去叩門。有一日同屋企人去咗聖士提反面試同埋聽講座。聽講座嘅途中有啲急，於是就走去揾廁所。正常嚟講，學校禮堂出面就會有廁所，但係呢間學校冇。礙於當時真係好急，唔想返入禮堂，於是決定自己一個周圍揾。行下，見到操場有一棟用紅磚砌成嘅建築物，行近少少見到有廁所，就急腳入咗去。入到廁所，發現入面嘅環境又噏又臭又暗，基本上係冇燈光，完全係靠太陽光照射入嚟先見到入面嘅環境。門口對正係一塊長鏡同成排嘅洗手盆，洗手盆右邊係尿兜。尿兜右邊再入少少係一條昏暗嘅小走廊，兩排廁格分別排喺走廊嘅兩邊。當下覺得有啲陰森，但係都唔理得咁多，難得揾到廁所就解決咗先。當我完事着好條褲行緊去洗手嘅時候，最埋邊嘅廁格突然之間砰一聲閂咗門，我嚇到企咗喺原地，喐都唔敢喐。過多咗幾秒，我開始冷靜落嚟，因為係日頭，我唔係太驚，慢慢行去廁格睇下係咪有人。正常去廁所啦，點都會有水聲，但我去到廁格前面嘅時候，完全聽唔到入面有任何聲音。我行遠少少，烏低少少，係見唔到有腳，於是細力拱開個廁格門，發現裏面一個人都冇。我望住個馬桶喺度諗啱啱發生嘅事，越諗越唔對路。如果有人要去廁格，一定會經過個尿兜。當時身處喺尿兜嘅我，唔覺有任何人經過。當時一滴風都冇，冇可能有風吹到隻門砰一聲。知道自己可能撞嘢之後，即刻衝出去門口，打算即刻離開呢個地方。最恐怖嘅係個門好似俾人上咗鎖，點都開唔到。我一邊扯個門，一邊大聲求救，希望出面有人聽到會嚟救我。喺呢個時候，我聽到有人喺我耳邊細聲嘻咗一聲，我雞皮都起埋，成個人唔知點算好，唯有不停喺度講對唔住啊，對唔住啊，我唔係有心開你個門噶。一路講，隻手一路嘗試扯個門。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個門突然之間俾我打開咗，冇人幫我噶，係佢自己無啦啦開咗。開門之後，出面一個人都冇，但係我已經好攰好驚，完全唔想諗其他嘢，即刻跑翻去禮堂。最後我放棄咗入學機會，揀咗另一間中學讀書。後來我上網搜尋嘅時候發現，原來嗰個地方曾經喺日軍侵華、香港保衛戰期間發生過大屠殺啦。我老豆最近因為肺氣腫、呼吸困難，所以要入醫院。到而家已經有2個禮拜，一直喺床上面未落得床。最初佢呼吸困難，連講一句嘢都十分困難，仲曾經一度有生命危險。經過治療之後，慢慢有改善。喺過去2個禮拜期間，幾乎每日都有探佢。最初見佢講唔到嘢，問佢點啊，或者邊度唔舒服，佢又答唔到我哋。我哋諗住佢可能仲未講到嘢啦，所以唯有用係咪呢度、係咪嗰度呢啲方式嚟問佢。佢有時會岌頭或者擰頭回應，有時就冇反應。後來開始講到少少嘢，但都係時好時壞。我哋最初以為佢太攰太虛啦，所以就冇懷疑。但係後來就覺得越嚟越唔對路。佢嗰間醫院有2段探病時間，一段係晏晝，另一段喺傍晚。我同老母通常都係傍晚先會去。咁有一次我老豆託我問醫生一啲有關佢病況，我就專登喺晏晝嘅嗰段時間去探病，諗住仲係日頭，試下有冇機會可以見到醫生。
去到嘅時候就問護士 follow 我老豆嗰個醫生有冇當值啦。護士講咗情況之後，最後講咗句：你爸爸有少少胡言亂語喎。咁喺我再見到老豆嘅時候，佢的確同前一日好唔同。佢同我講啲嘢好怪，好唔合常理。例如話佢啱啱有人幫佢做過啲乜嘢，或者帶佢咗邊度。我就問護士有冇啲咁嘅事，佢哋就話冇呢啲事。及後我老豆仲想作勢起身，就話想出院返屋企大便。我當然氹返佢，跟住勸佢好好留院。當時我一度以為老豆可能年紀太大，食太多藥，淨係吊鹽水，又冇食嘢，冇飲過其他嘢，所以身體太虛，導致佢精神有啲亂。但直到年30嗰晚，我見到嘅嗰個老豆根本唔係我老豆。由於我係收工先去醫院，所以我老母一般會比我早好多去到。我入到病房之前，已經聽到老豆扭計唔肯食藥，佢雙手俾人撳住咗。最令我覺得明顯有問題嘅就係佢扭計扭到好似小妹妹咁，又嗌又喊，個樣就係細路女嗰種扭計樣。我係第一次見到佢咁嘅樣，嗰一刻我先終於察覺唔對路。因為我哋知道我老豆就算扭計唔食藥都唔會扭得咁肉酸。我老母就一路餵佢氹佢食，平時係護士餵噶，但當日係護士同我老母講老豆唔肯食藥發晒癲，所以先要佢親手餵。老豆一見到我嘅時候好似唔識我咁，一路望住我，有啲似細路嗰種好奇樣。後來好唔容易餵佢食完，佢就冇再嘈，舉止又好似變翻佢本人咁，但冇講嘢，合埋對眼，好似非常之唔舒服。我同老母返屋企途中問佢老豆有冇可能俾鬼上身呢？老母都話應該係啊。原來我去到之前，老母餵老豆食藥嘅時候，老豆居然唔食，兼且全部噴晒落我阿媽塊面度。同埋隔籬床病友話俾我阿媽知，佢睇住我老豆掹晒自己身上面嘅喉管嗌出院，搞到成床都係血，所以護士就要綁住佢，防止佢再咁樣。嗱，我諗翻啦，早前去探佢時候嘅奇怪嘢，我就更加信係有鬼上咗佢身，而且可能有幾隻鬼上過。佢有以下2個怪異情況：第一，身上有陣異味。我最初以為佢係太耐冇去沖涼，但去到最近，佢正常嘅時候係聞唔到噶。第二樣係講啲怪異嘢，同佢本人平時嘅行為舉止完全唔同。後來我阿媽再去探病嘅時候，就講咗啲類似唔該啊，麻煩你哋唔好再搞佢啦，類似嘅說話。去到而家為止，老豆都算正常返，但佢仍然未出得院，所以未知日後會點。呢件事之後，令到我非常之深信醫院係有好多鬼㗎。麗音廣播，我聽到有聲。好啦，我聽到有聲，多謝大家嘅留言，多謝大家嘅 Super Chat。先睇睇 Super Chat 嘅朋友 Baby Queen 就話謝拉努力之餘都要好好保重身體。係啦，收到好多大家嘅慰問啊，多謝大家嘅關心。Baby Queen 啦就話記得一定要身體健康，大家先可以有高質廣播。我哋一定會繼續支持謝拉高質麗音廣播，多謝你。咁啊，少少心意啦，願大埔嘅災民早日遠離傷痛，傷者早日康復，逝者早日安息。跟住有 Mabel 啦，就話謝拉要保重身體，祝聲帶早日好返。聲帶冇咩問題噶啦，係啦，就係唔可以錄太長咯，暫時就。Betty Fan 啦就話翻嚟啦，平安就好，要身體健康，加油謝拉，多謝你。Ivy 媽咧就話保重身體，年尾咁黑仔咁多病痛，真係嘅，一段段時間嘅，唔知大家 feel 唔 feel 到呢？有一年就 OK 啲，有一年就差啲。
有個跟開我嘅理療師啦，我有一年係完全成年都冇見過佢嘅。今年呢，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會見佢，真係好神奇。超英就話你扮演鬼食泥啲聲十分似，同我聽到嗰啲一樣勁掂，係咪咁恐怖啊？繼續都係高普，還是覺得你最好，你值得擁有一班愛你、支持你嘅聽眾，請認真保重身體，祝你早日所有病痛全消，精神爽利。上個禮拜啦，就問你的利物浦還好嗎？高普就話：暫時唔睇波啦，因為實在受唔起利物浦近期嘅表現對我心臟嘅衝擊啊！我已經將全部希望放喺你身上啦，加油啊！我會努力噶啦，係啦，我會努力表現得好過利物浦啊！跟住仲有呢位 man 啦，多謝你同埋丁火教室。好啦，睇睇其他朋友嘅留言。首先就有內地聽眾留言就問。你喺新城電台係咩節目？嗱，小弟喺新城財經台，好神奇啊！喺財經台，新城嘅財經台啦，星期一、星期二晚8點鐘啊，有一個叫做體類事務所嘅節目，咁同拍檔議題啦，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喺香港嘅體育啊、旅遊啊、盛事啊、活動啊咁樣樣咯，係啊。新城財經台星期一、星期二晚嘅8點鐘，體類事務所啊。Noon Care 就話耶，第一個多謝你咁快支持啊。Super Joe 啦就話爭啲要報失蹤人口，真係唔好意思。我講到失蹤人口呢，唔關事嘅，但係令到我突然之間諗起一個最近我好中意睇嘅台啦，佢以前係一個電台節目，後尾就發展成喺 YouTube 上邊嘅節目啦。講緊係翁靜晶嘅危險人物啦，個台非常之高質素。點解0044要同大家講呢？佢其中有2集係講自己嘅撞鬼經歷，有一集係彭楚盈案啦，另外一集呢，就係佢自己俾鬼搞。咁我聽晒成集，覺得非常之恐怖，係我聽過最恐怖嘅其中一個鬼故事。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啦，或者想聽一啲好震撼嘅靈異故事啦，可以去 search 下翁靜晶嘅危險人物呢個 YouTube channel 啊，非常之正啊！純粹係一個個人推介啊，我唔識佢，冇收錢嘅。好啦，睇翻留言啦 ，Thomas Trusk 就話等唔緊要啊，慢工出細貨啊嘛，期待啊，多謝你啊 Thomas。Pillow 就話，有啲擔心噶，咁耐冇 update， 諗住都可能係病噶啦，非常之擔心啦，希望你早日康復啦，非常之中意你今次嘅更新，希望一切安好。嚟自 LA 嘅 support 啊，多謝你 Pillow。珍珍就話等謝拉嘅更新，幾耐都會等，身體健康比任何嘢都重要，永遠支持你，多謝你珍珍，同埋多謝你好支持嘅一家人啊！彩園村80歲婆婆就話今日聽第2次啊，哇，多謝你支持啊！天生咧就話終於有得聽，唔好意思佢等咁耐。Leon 啦就話謝啦，一定要注意身體。另外微信可以投稿嗎？微信我哋諗一諗先。WhatsApp 投稿熱線就係90421962。你上到 YouTube 應該都可以上到 WhatsApp 吧？微信我哋諗一諗下，應該可以嘅。咁啊 Maggie 啦 Phyllis 啦都話謝拉保重身體，多謝你哋。窿邊蛋好耐冇見，就話哎呀搞乜鬼咁慘啊，快啲用啲碌柚葉沖涼浸浴啦，祝你快啲好返，精神飽滿，靚聲不斷，多謝你窿邊蛋。崔芳就回應返節目就話發夢見到親人要珍惜，我都好想見到我親人啊，好想同佢哋傾偈。其實係噶，我都好想見翻我逝去嘅親人，但係唔知點解好神奇，好少夢得到佢哋咯。係啊，希望都有呢個機會啊。玉意呢就話投稿可唔可以錄音？可以投稿可以錄音。之前彩園村80歲婆婆都係錄音嘅，咁我哋到時會幫你剪嘅，所以唔使驚甩咳嘅。投稿先係最重要啊！我哋到時會播翻出嚟嘅。
Second Tina 啦就話 take care 休息好，大家都會明白事理。係啊，睇到大家嘅留言好翻晒咁滯。Elson 就話真係等到頸都長，聽到上癮，唔聽唔舒服，加油，多謝你。Jamie 啦就話咁耐唔更新，擔心死人咩？終於蒲頭啦，多謝你 Jamie 啊！咁一紮叫我保重嘅留言非常之感動啦 ，Queenie 啊 ，Kian 啊，Lolo 啦啊，芝士孖寶啊 ，Shirley G 啊，風 May Chan 啊，多謝你哋。夏雪520就話繼續支持麗音廣播，謝拉好好照顧自己。感恩你哋團隊努力，先可以聽到更多精彩故事。祝願你同埋團隊身體健康，蒸蒸日上。多謝夏雪 BB。跟住 Cat U Ho 啦，就話多謝幫助大埔災民。係啊，再講多次啦，我哋12月麗音廣播所有嘅收入1分錢都唔會扣，全部捐晒俾大埔嘅災民啊！見到好多人都俾到 support 佢哋，都係嗰句，希望逝者安息，生者可以帶住所有人嘅祝福，繼續堅強活下去啊！另外仲有 Vincent 啦、Dayman Hong 啦、AAQQ 啦、Winnie Man 啦、Wendy 吹啦，多謝大家嘅留言，多謝大家嘅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麗音廣播，我哋下期再見。嚇得唔好嘥，捉晒啲 friend subscribe 麗音廣播。一邊聽一邊驚。